无记出头天，台湾科学教育馆因为讲因最近有接到真侪民众来探问讲，敢有台语也是客语的导览，所以即马嘛是第一届来安排用台语来讲芳的生态。有家长是认为讲用台语来讲生物、讲科学真有意义。科教馆嘛表示会阁继续办落去。来正手是同芳，倒手是同芳，你看大细。 就无共对无？老师用台语解说芳的种类，这是国立科学教育馆用台语小解芳的活动。带囡仔来参加的家长讲，真侪生物或者是科学方面专门的名词用台语是常常唔知影要安怎讲，所以感觉安尼的活动真有意义。囡仔嘛透过亲自去体验，对芳有更较侪的熟悉。毋过我唔捌食过迄个啥，迄个芳树内底食乌皮来吃，真好耍的啊！足罕得看到，所以即摆打开放报名，我们就赶紧抢，赶紧报名。是较专业的部分，阮希望互囡仔知影，咱台语嘛会使学到足侪专业的知识。 科教馆对3年前开始开放厝顶的花园做生物多样性教育，即个伫民众的要求之下开办芳的台语导览。负责解说的芳类保育协会理事长讲，伊嘛是第一届用台语讲芳，为着安尼，佮家己去研究一寡芳类的台语。虽然讲了无认同，但是感受到甲民众做伙学习的趣味。也若是专业的知识方面，伊讲导览上主要是要互民众了解芳对人类的重要性，以及甲民众好好甲芳来斗阵。亲像咱拄啊，咱介绍的时阵，足侪囡仔伫边啊，伊咪芳嘛足乖啊，所以后届有想像家己讲边啊有咪芳的时阵吼，伊做工课较好，莫去想着讲爱用药去抓啦，拢卖啊。一般甲科学有关系的活动，侪台湾人是习惯用华语也是英语来表达。科教馆讲，亲像这款台语、客语、顶本土语言的导览，刷落会继续办理，欢迎大家做伙来用母语学科学。记者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